再来看这台南的普济殿180栋的王孙石，昨呢是消亡船圆满结束啊。也毋过呢，国交背景伫海岸路咧施工的时阵，这桥班的人员煞因为插反的误会现场起冲突。也那标很是强调讲，即马已经圆满化解。 警察大声喊甲冷静的，桥班人员相并同款喊甲嬉戏叫，甚至佫有人起脚动手，场面非常乱。七十府城普济殿破坏王船出巡，下晡成桥安座国交背景伫海岸路施桥，无意外发生桥班人员因为插反事件发生冲突。经过了解，插反是开交背景总会时公开抽签，哪像是游戏规则，有固定的顺序，袂使插队。嘛因为安尼先相并弯起来，庙方讲这是小可误会，拢处理圆满啊。有一边的头人因为喝醉了，而且就是他们想要先参美点再先转去，所以就是要插反，对方无同意啊。听讲在讲的时阵，两边讲了无拄好。本文局员警获报后，立即调派警力控制现场，并将相关涉案人员依刑法剧中都罪嫌带回侦办。让180栋普济殿照顾咧办王孙石，将烧化向天上王爷顺手替地方消灾，不离个王船日前出旁，主家安平时，庙方煞指控有文书学者乌白讲无王孙石，庙方强调以人类宗教学来讲，因180栋是以60年一架子，3个架子180栋来算，过去伫清朝冇记录。另外，伊嘛有请教济研究王孙石的专家。 因讲宣战是要甲这件代志头尾讲好清楚。感恩大家，真正感恩大家啊！我都能做这工作。王孙石，大体顺序顺王孙石，绝对有这物件。讲无的人，我希望你来我会识的。不过王孙石这个科技，确实是咱的坡内底确实真正有。 丢比一档外王孙石总算圆满成功。庙方讲，即届无论是因家己交背景，也是无私奉献的志工，大家拢尽心尽力咧做，即卖为历史留下一笔记录。伊希望外界莫去讲这无影无食的代志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